25部大巴運載球迷去客場真係有啲幫助。東部半決賽搶七大戰，騎士客場大勝活塞，8年後重返東決。呢個係連續4年總決賽騎勇大戰之後，騎士再次晉級東決。騎士主教練艾堅遜用咗心法，都用咗方法。球隊開場狀態唔錯係心法嘅結果，後衛得分穩內線雙塔係最初嘅方法。活塞適應之後，騎士開始要攻擊活塞防守嘅最後一環，特別係當騎士進入咗單高輪換階段，就好需要外線命中。而正係呢一段，梅里爾提供咗球隊需要嘅3分。上半場嘅6中4同埋持球攻擊，加上米曹狀態復甦，直接導致咗活塞嘅防線要外擴，唔敢對持球人同埋內線過度防守。咁開場嘅得分內線雙塔嘅戰術呢，就可以更好咁執行。騎士去包夾根寧咸同夏里士之後，活塞嘅得分效率不斷喺度下降。活塞唔係話冇試過用3分去回擊，只係幾乎每一次活塞命中3分，騎士都可以回應另一個3分，甚至更多嘅3分。攻擊手同3分係活塞呢一套陣容嘅短板。有咗根寧咸、湯神同杜倫，基於原本嘅夏里士再強行外接鄧羅，貌似喺個陣容上邊係面面俱到，但非空間點太多，特別係湯神，佢防守越出色，教練就越難抉擇。但對於活塞嚟講，佢哋唔會失望。始終咧03到04嘅冠軍陣容，後嚟都係強行植入艾化神，到08-09賽季第一輪失利之後開始重建，嗰次輸嘅就係騎士。後嚟祖蒙特同格芬冇辦法帶領球隊重返巔峰，19-20賽季開始重建，擺爛5年，甚至喺23到24賽季仲創低咗球隊歷史最差嘅戰績。而從上個賽季開始重新發起衝擊，呢個賽季又得到60勝嘅隊史第3佳績，佢哋已經攞到過東部第一。咁下個賽季大可以全心準備季後賽，繼續圍繞住根寧咸同湯神嚟到修改陣容。呢個夏天佢哋有5個到期合同。杜倫係要續約嘅，加格同續約後留唔留低係重點問題。希爾達應該留唔低，贊堅斯同薩沙需要提前續約，佢哋要將陣容嘅得分能力要提上去。而呢場大勝呢，或者證明到25部大巴運載球迷去客場真係有啲幫助，但紐約離克里夫蘭嘅距離比底特律遠得多。東決要包嘅係飛機。亦都證明咗騎士佢哋客場其實都可以打得好，關鍵係態度。米曹、夏登同雙塔可能唔會同時出色，但至少都能夠分開優秀。梅里爾、史杜斯嘅3分能力好強，夏登再一次打破咗搶七宿命，米曹首次進入咗分區決賽，呢啲都只係對陣活塞嘅答卷。力博嘅進攻火力比活塞要猛得多。佢哋一樣有雙塔，一樣有強力後場，仲有防守悍將、搶斷高手、頂級搖擺人、專職射手，幾乎每個位置都有優勢，攻防均衡。系列賽初期，騎士要先將輪換陣容拉長，如果唔係，夏登呢一點嘅壓力太大，整體傷病隱患會增加。